耳其外交部星期二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绍斌，原因是中国大使馆称有权回应批评中国30年前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的土耳其反对派领导人。这2位政界人士，土耳其中间偏右的好党议员阿克谢纳女士和主要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安卡拉市长曼苏尔·亚瓦斯，对他们所称的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散巴人镇发动反抗政府的短暂起义31周年进行了纪念。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在推特上发表回应声明，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对此给予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声明说，中方保留作出回应的合法权利。好党在推特账户上回应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说，别说空话，先停止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美国周二表示，正在寻求与伙伴和盟友讨论如何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参加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目前以中国人权纪录为由，抵制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次吹风会上重申了华盛顿对北京侵犯人权的担忧，特别是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破坏。此前，美国认定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穆斯林实行种族灭绝。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正在与盟友讨论是否考虑可能的联合抵制时，普莱斯称，这是我们当然希望讨论的事情。我们当然明白，协调一致的方式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在2名土耳其反对党政治人物批评中国破坏维吾尔人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6日在推特上警告，可能对这2名政治人物采取行动。整起事件源自于土耳其反对党好友党领袖阿克谢纳女士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市长亚瓦斯纷纷在4月5日的维吾尔人巴人乡起义31周年纪念日在推特发文。该言论被视为对2名土耳其政治人物的威胁，随即在推特上引发土耳其网友强烈的反弹。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好党小组主席托尔根和执政党政法党小组主席埃里塔斯表示，这个问题是一个超越外交规则的行为，完全忽略了外交礼貌，不可接受。土耳其最大反对党议会小组主席阿勒泰强调，中国大使说话要注意分寸。他说，中国大使对阿克谢纳女士和亚瓦斯先生发出威胁，土耳其共和国应该将中国大使处决出境。随着中国政府因其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而受到全球的谴责，欧洲国家立陶宛议会宣布计划举行一次关于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听证会，以了解真相。根据波罗的海新闻网4月6日的报道，立陶宛议会计划召开维吾尔人问题听证会，以响应西方世界谴责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浪潮和遵守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公约。立陶宛议员多维利沙卡丽娜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中国政府企图摧毁整个民族的努力令我们感到震惊。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最近将沙卡丽娜女士加入了被制裁的外国人名单，并向她发送了非常严厉的声明。会议预计于4月22日举行，国际专家和集中营证人将出席作证。据报道，立陶宛共和国是继荷兰之后第2个提出维吾尔人问题的欧洲国家。德国《世界报》于4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欧盟对不正当竞争宣战》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欧盟将在周3召开的7国集团峰会后发布新法案，旨在结束中国与欧盟之间的不公平竞争。7国集团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7个发达国家组成。该法案是由欧盟经济竞争力委员会主席玛格丽特·韦斯特格和欧盟工业委员会专员特里布雷顿于去年6月起草。该法案正在酝酿之中，并将于今年第2季度提交议会通过。该法案旨在应对至今为止尚未解决的中欧经济合作问题，包括约束中国的不正当竞争。